杜小姐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想走吗？整个黄浦江，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黄浦江，太豪气了！我杜小苏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福气可以睡在这里？杜小姐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想走吗？先吃饭吧。怎么，不敢？放心。 没下毒。杜小姐昨天晚上可是跟我说了不少肺腑之言呢。雷总，昨天晚上是个意外。如果说我对您说了什么胡言乱语，我再一次跟您道歉。胡言乱语是小事，胡来就是大事了。 你是因为运气好遇见了我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也许就被人劫财劫色了。雷总，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你这危言耸听的吓唬谁呢？我是非常感谢你把我从酒吧捞出来，可是你也不能仗着你有理，就没完没了的数落起人来了。再说，我又没有强着你，你就不应该管我。你以为我想管你？ 我吃饱了。